你弄怎么样？俺这边没得了，那当官呀，我老板我弄没得办不啥的，我表妹也我就啥办不啥的，没得人啥的，啊，那俺拿来我。Hello， 大西，哎，妹是偏不就老大西，妹都可以在这些老铁比不了。大西，拉公飞的 TV 没那个嘞，大西嘛的，他们说那你嘛来回到那哎，碰到嘛不啊，那也我拿来，大西生意不的，大西你要碰到没讲啥的没呢？大西拉公 TV 没，那没讲嘛的，读啥那么呢？我就要吧，我看这个不得了，我就被压吧，我就被把它你吧，我那里拿机会啊，你弄怎么样？俺这边没得了，那当官呀，我老板我弄没得办不啥的，我就被压吧，就啥办不啥的，没得人啥的，啊，那俺拿来我多。